是不是觉得他们不太面善呢？香师兄，也不只是他，这里到处都是狠角色。看看那边，那个光头，那是天阙堡的狂人风月，炼气期有名的凶神恶煞。他可不只是看上去乖戾，他是真正的心狠手辣。再看看那边那个，一脸阴损相的那个，那是灵寿山的钟无。这个小子，为了利益，连自己的亲人都能出卖。哎，这次灵寿山好像多了很多没见过的新面孔。是偃月宗，他们一向神秘，实力莫测，在整个7大门派中属于最不好招惹的。